瓶中的字画确实是精致的很呐，说不定还是忠孝王亲手所写、亲手所画的嘞。是啊，是啊，我们就在这里等候忠孝王。忠孝王，恩师来了，恩师请坐。忠孝王，你的病怎样了？恩师，你要救我的命忠孝王，伸手过来，我来替你挨骂。哎呦！恩师，我生的是什么病啊？你呀，生的是急性病。急性病恐怕是肝火太旺了吧？恐怕是阴阳失调吧？这病不要紧，数日之后迎奉太后寿诞，神奉喜事精神丧，太后寿诞一过，怎么样？保管延期，心旷神怡呀！喏，此乃强行速起，佳节佳兆。药生之病，岂是上药能医呀？我看这药香也用不上的。用法吩咐当教侍候。是。实不羡慕，我生的乃是死盲病是啊，时有所思，夜有所梦，死梦病，死盲病我的病乃是为乃是为他而去的呀。你的病乃是为他而起的呀。这是盲女君赠我的一幅字画信。这是盲女君的字画像，那我倒要仔细的看上一看呐。恩师请看。画得好，是画得好画得像是画得像我说是画得十分好我说是画得十分像他有一张作不一样，我有心在把心画家，王府上娃与盲女君，早就还是塞门的鸳鸯。你说了这样一位是花是女的小姐，真是不问不谦咯。可惜是王当天策三月多，你见他对我露真相。恩师引军中二家营，
真乃是画饼怎能充饥肠？言起呀，好风来是红彩帐，青云玉露众人赏。你与他有情人总能成眷属，你无需教草不用光。是今日好风凛凛红不长，只怕他做了高官把酒心房。我为他纵马空冲上挂雁，我为他画不离身3年长。一片真心为天亮，他无动于衷为哪吒？他那里丝丝句句诉衷心，我在里方方层层句为上。他心凄凄为我思念长，他恨深深怨我旧情忘，他酸溜溜女中被刺挖苦此年我万千苦中他嫌不香。上言道水碧路实难测，我心中有话真名讲，生死伴君是伴虎，一旦有无要爱夫郎，奸人必是我真下当，杀娃呀再难杀人的此情，你不体谅孟丽君啊，孟丽君，你比我明明情人之才，却偏偏当作马路一样。哎呀，你呀，你呀！二姑妹断家婆，你的性子瞒不过我。平日为万欺君才，担心在里杀身啊虎。3年来，你兵瓦乱西家园，四出云万不得已，谁有错？更何况你我两家功劳大，无寿万岁不让步。他若真要将你在宫外来，我不是赴汤蹈火，
李君啊，倘若是万岁赐婚刘家女，你叫我是我屈大夫。八日万计吉祥末，切莫犹豫再蹉跎。你若再把事情误，你不申诉我申诉。你若再不负其人，我定当你不平挂你不了我。望着安静的查清，二来是待等他儿随带领，值得他儿来帮助，可不得安然特心。你的心脏怎么这样狠哦？这是你错怪儿子，你说什么啊？这是你错怪他了。儿子，你怎么知道我错怪他了你？这言气儿子，既然他官高月月走天涯，定是不离心女子有志向啊！言起你恩重似山，对待他怎么样？他定位心
臣妾说话。弟弟呀，恩师，哦，这是孟丽君神武的一幅诗画信。哦，这是孟丽君的诗画像，那我倒要仔细的看上一看呐。恩师，请看。画得好，还是画得好啊！哎，画得像是画得像啊！哎，我说是画得十分好哦！哎，我说是画得十分像啊！啊啊啊啊啊！他有意装作不一样，我有心再把心话讲。恩师，王府上话与孟丽君，早就还是塞门的鸳鸯。亲，你说了这样一位是花是女的小姐，哎，真是不为不浅哦。可惜是王榜天策三月多，你见他对我露真相。恩师啊，结心病去心病哦，恐怕是官府太旺了吧？哎，恐怕是阴阳失调吧。哦，这病不要紧，数日之后迎奉太后寿诞，神凤喜事精神丧，太后寿诞一过，怎么样？保管延期，心况甚宜呀！喏，此乃强行速起，假节假诏。呵，有生之病，岂是上呀能医呀？我况这药香也用不上的。哦，用法吩咐当教侍候是。恩师，实不羡慕，我生的乃是死盲病啊！是啊，时有所思，夜有所梦，死梦病，死盲病啊！我的病乃是为乃是为他而去的呀！哦，你的病乃是为他而起。见我想
这瓶中的字画确实是精致的很呐，说不定还是忠孝王亲手所写、亲手所画的嘞。是啊，是啊，我们就在这里等候忠孝王。王恩师来了，恩师请坐。忠孝王，你的病怎样了？恩师，你要救我的命忠孝王，伸手过来，我来替你挨骂。恩师，我生的是什么病啊？你呀，生的是